议会第4次定期会开议头一天，议员就新市铁路立体化、延康铁路高架化以及台南捷运等大众运输的建设预算，已经对700多亿增加到3000多亿。不过到底财源伫倒，如何规划，麻烦了摆客到其他的建设经费，所以议员蔡业辉的提案要求市府进行专案报告。阮遐要农路、水路、山坡地，咱遮要做钱，拢无意见。阮遐预算受到财务的排斥、健保排斥，阮遐建设拢愈来愈歹。我希望咱爱甲这个规划讲我较详细小看，到底咱未来要做钱，第一条个规划钱是要安怎应用吼？唔是简单讲一个安怎讲啊？咱主计财政说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在哪里？咱因讲人用中型，伊要铁路高架化，人你那准备高架，我别甲反对，我嘛不意思。可是我要了解财务是安怎，所以我建议10月9号早上，所有举行咱铁路捷运化、铁路高架化要立体化一个规划财务说明。议员除了关心交通建设财源，另外2024年台南400系列已经接近尾声。明年民间文书团体佮提倡复城建成300栋，对此议员应爱达理，嘛要求市府先提出台南400其中专案报告。针对今年2024年是台南400年，那在台南400的过去，我们在2022年跟23年的时候，分别针对这台南400，就是2024年要办这个整个年度的活动，会做很多讨论，做很多报告。那目前台南400，我们已经将近接近到尾声了，已经到第3季中段了哈。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再做一个其中的2次报告？最后，议长柯立里采示10月9号甲10月11号2天，分别由市府相关局处进行台南大众运输财政规划甲台南400其中报告。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